去看来。冤枉，小姐好不容易刚才着，请不要惊醒了他。冤枉，一彼此之间，倒不是亲故不挂先生，前来不一个挂，依旧你呢？倒也是的。不挂先生，请来。冤枉，不挂先生，请来了。冤枉在上，不挂人叩见。先生少礼，一旁请坐。谢冤枉。请问冤枉可是文博？真是文博。不知冤枉有无疑难？哦，这是小女想去杭城读书，事务不用，因此又有众山得了一笔，为知吉凶是何，得请先生一报。不知令儿有几岁了？哦，今年28，无有错误谁？此次抬我不来。我已见得呀。笑什么？喏，啊，你是女儿拜见弟弟。哎，真正气死我也！应得做事不清晰，不该喜怒离无情。弟弟，女儿乔山男子一无可在，现在你总要放女儿出门读书了。真是无奈。女儿此去，外母也伤。真情要陪我放心娘王放心，因我人心半生施工，早些一个不是。
穷才之女，怎能抛头露面，远去杭州？要读书，为母可请先生来府教导。听说杭州有名师，总有名师，怎奈你是个女孩子？难道女儿就不该读书明理吗？说是堂堂千金，有着激动。弟弟，你当真不让女儿去杭州读书？真是不愿。女儿一定要去。冤枉！小姐在家要是真的病亡了身子，这便是无事好。何况小姐人本一长，连冤枉都认不出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一辈子之前啊，还是让小姐去杭州读书的好。要是多谢。
是银缕模样，说不定也是读书去的。神兄请要，小弟有礼。这下万里。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？小弟姓周，名应台，上欲做家长人士，怪问兄弟呢？亏举2、3百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三日乐。哦，你叫司机。哎，你真聪明。你呢？我叫宁信。怪问仁兄，可是上城读书？正是，请问你呢？我也是去杭州访师求呀。此次说来，你我乃是同路。东路、东堂、东堂、东厂、东厂。抢进了，小姐。哎，小姐好端端的在家，你替他责任。我想，要是小姐能和我们一起出来读书，那最好了。是啊，怪问仁兄因何不悦？仁兄有所不知。我家有个小菊妹，聪明伶俐，三金配，妙龙随凤曾能随，经济是王敬畏，此番杭州居民是举妹一心相同来，我以为暖儿故事尽是头，女子读书也应该，只怪我弟弟他固执，终于留下小菊妹。妙哉高人，妙哉高人，男女同是不生，女儿读书也该应，仁兄红人令人见，奇思妙语深不深。仁兄话讲奇观奇观。想着我两人已有难找寻，我有意与他结为兄弟们。主人兄，小弟有一言，只是难以启齿。仁兄如何结交，待时无妨。此次我就这样，三个故兄与不敌，既不美与不敌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得与仁兄心怀。
中未得相助。相公，让我去买香烛来啊！哎，闲话参与我的，你到哪里去买啊？哦，不妨出土为炉，插草为香。出土为炉，插草为香。关仁兄，今夜二爸，请问你呢？我也在吃醉了。遇到是长者为兄，愚者为弟，此也的两兄我就代替一杯。代替一杯。两兄，你在看什么？爷弟与你同唱3年真，今日忽见儿怀，只有女子对儿乖。爷弟呀，你穿耳朵为何两兄，你做文章不放心，为什么看来看去看不离啊？这什么的儿我比起当年小诗人，当年作家于苗伟，村里人叫我去办过瘾。哦，你下次再要哈彩你，我就要夜里不必我起身，下次不哭，哦，下次不哭。爷弟，你看我的文章写的时候哦，梁相公，先生叫你去。先生叫我，哦，幸亏我的文章已经写成了，爷弟稍待，愚兄去收来。哎。有
员外又书信来了，带我看来。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了？家务贫穷，催我回去。父兵离该回去，临阵不催，我也要催你们回去。几日同岁？我想平民先生，明日一早登城。是此人好，相公，我去蒸营造去了。师母，应该你还有意相公？没有什么。师母，应该你我与娃子下来讲。
家与子好牡丹，两兄弟要找一不难。你家牡丹虽然好，可惜是路远迢迢真来盼。亲亲如意心酸难，可
两兄杀去祖上，小弟只好落堂。我早上能外送，你这个尼姑真假郎。你说我尼姑乃家郎，尼姑可以来家务上。这样的尼姑我从未见。我家和尚偏要家书上，你呀，对吧？越荒唐，两个男子真配堂。你呀，你两母娘往前走，爱情。
两兄，你我红衣两分开，枫叶的烦忧和眼泪交代，屋里的问你一句话，问两兄家中可有妻王配？早知与兄未婚配，今日相问如何来？今日两兄情未定，小弟替你来做大媒。夜里替我来做媒，但不知千金是哪一位？虽是我家小舅妹，未知两兄你可惜哎？舅妹今年有精神，他与我同年，啊哦，乃是双胞胎。但不知舅妹与你可相像？他品貌虽然无影非知神话看家务同心在。这里有西八五的牛酸菜，五的生菜夫妻配。多谢一点来哟人。两兄你花轿早来我要你一切二八赛落四九，一切二八三六四九啊！我家兄长。
夜里记得那日送下山，在长亭与我做大妹。你手家有小九妹，相貌与你一样美，还有福的肉酸在，亲手赠我两三杯，还让我婚前把故事当过压面家务菜，分明是一二三四取下来，一个学问来岔开，好一个聪明做英雄我来算给你听。第一七，第二八，第三六，第四九，七八十五，六九15，15加15，即刻就走。相公，师母来了。哦，师母，三伯，你怎么还未安在？师母，弟子想回家团亲。这也是的。三伯，我有一事正想问你。师母请讲。三伯，因为他与你同餐一山寨，他的心事你可明白。彼此去时候放领带，我再问你，他到底是男还是女芹菜？夜里为家长话问，师母你问我问你好奇怪。他灵隐语言真相通，托我替他做大妹，拼不就是肉酸菜，无地正担。夫妻配。哎呀，师母，这三日我也有一则，还不知正对可正
心，我今为你数目雕，不知因。犹记得出了陈恩到了官，他曾经比喻教父为七八撒旦，故一山又一山，因到了凤凰山。他说道：家有没带对我盼，我说道：路远迢迢真来盼。下了山到祠堂，他说道：水滴鸳鸯两人伤。我说道：配鸳鸯配鸳鸯，可惜你应来不是女红妆。故祠堂见条河，他说道：你两兄好比是爱对我。眼里越色越荒唐，两股暖子真飞荡。醉吧醉吧，他一张张绿彩不退，他说道：对牛弹琴，苦叹两兄了，本啊是女。眼前已是长亭台，在当中他亲口许九妹，想不到九妹就是所以
家外面有2、3把前来拜见。2、3把，这是小姐在杭城的同场。哦，金钱是，有请两相公。小车八戒，一人亲携人吧。两一人是我为人愿意，冒昧登门，万请见谅。哦，哪里？两相公，请用茶。宁先弟弟，相公，宁心妹妹，不可放肆。哦，两一人相是路过河山，乃是他弟到此，相人不大人问哦，不管，身边来往往应台也。请到死亡少主，当面应台前来接待。小员在，请两相公死亡少主不得怠慢。是，两相公，请。毛顺登门前来访你，你要举止稳重，不可放肆。弟弟，我与两兄年纪近来，同场山寨，非同寻常。你是今回得家来，不必在那杭城自己。弟弟，此话何意？哦，女儿，你的喜事来了。门当户对，真是不配呀！女儿不嫁，为何不嫁？儿愿死儿弟弟终老一生。英台呀，为父有啥杀得你离开西夏，真乃是女他当家哦。女儿年纪尚小，为父
岂能无了儿的情程啊？女儿不愿。你，我明白了，你这行人莫非？你信？你为小姐何时在这做了些什么？讲。人心但色无法，小姐在杭城读书3载，遇见那会计两三不相公，一及进来盈盈不离，在这不离送别上的小姐话。女儿必然应允。岂不闻婚姻大事，当由父母做主？弟弟因念女儿长定亲事，父妹无凭做事不对。与师母为媒，若算在为聘，与理无愧。马家内最因此家法越美的，两家30平安，也是情不人家。因为你放肆，我言语你不配，我听不理。你大胆啊！岂不知三从四德乃是天经地义？你啥正面不武，胡作非为，不但有所门楣，因为立法所不容。别的事情为父上可以从于，但婚姻大事非同儿戏。为父已将你许马家，
此番乃更改。你女三班有结拜之年，就用你。不过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领取所女。你先冤枉，有请两相公。是。与亲两相公，有其中行人大河山，不言怠慢就做一位。用三番乃是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看待，不得怠慢。他与不见来怠慢，为吾回来要真家去细细。不可放肆，事情过后再过来。你我在杭州做书的时候，是有兄弟相称，事情你责怪大吧？我还是你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，我是女扮男装，你我离开兄弟相称，如今不妨改称兄妹。也。小妹四楼上手，是此人好，两兄亲亲。哦，还是也没嫌弃。
将一欢潇洒。两兄请坐，爷妹请坐。两兄，你我长亭分手，别来可好？好得很啊！爷妹家居相别安生，托两兄之福。夜晚好。两兄此来是路过，还是得到？乃是特地到此，一来与人不大人问安，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。九妹是啊。那一日全场道上送你归，你的家有条九妹，长亭长面做的美，女兄子特地登门求亲来。两兄啊，你到九妹是哪一个？谁是小妹钟英台？女兄知道就是你妹，两腮把玉做金台，前世姻缘爱配龙哎。见他欢笑我心酸，他真子弟弟也将我终身看。表妹同樱花叶，引我脸上绿上眉。两兄啊，小妹遇见心头事，要想明生。啊，看那哎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谈甚无妨。两兄，小妹的终身，已有弟弟作之，许配。啊，马家了，马家。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，两兄，两兄，两兄，英台，你在长亭始终
万事女家两三倍，万事女家马文才。两兄啊，你难道小妹心意尚不知？夫妻愿家与马家团富贵。好啊，既然是马家富一辈，须该夸把亲自配。小妹依然是志向，真乃是要想挽回难挽回。我弟弟失了妇女他不肯把马家亲自配。地母不肯把亲配，我两家花轿起来的，马家不得不要得，马家要不也要得，两顶花轿一起来，做家庭上把起来，家中只有一代，看你母亲真安排。马家来的是官的，你两家来的是小的。马家因我是官的，张把无辜是死的。马家愈贫愈美，你两家美人哪一位？十问美人我也有，杭城师母为他们，拼的就是玉砖材，藏在三百许块内，玉无铁，玉砖材。难道你我不能我的肉酸菜，我的本意陈上菜。妻子你我是做主，无人当他四平美。总算是无人当他是平美，我也要与你生死两相待。一把不要先人院上赶快告，三张上子进衙门。两兄，你三张上子进衙内，我问你，头长要告哪一位？团长上子非告人，先告你无作冤枉。你告我无犯何罪？他欺贫爱富犯大罪，我弟弟插山鸳鸯恰与在，再问你二张上子告哪位？二张上子
要告那疼我爱妻的马文才，那马家仗势欺人也有才，再问你三张长子与高山，啥问上知天三丈有告你言而无信，所以待我三丈上至今夜内，倘若为官多清正，只待龙来报断开。
我与你吵架动几杯，今夜相亲。公道与山上在我心中安托你俩三杯。叫你比作鸳鸯枕上的，我叫你女郎织女把恰教为，我叫你京中上上来照应，我叫你观音堂上把当杯，我一人留下平凡肉酸菜，把头四目做大美，也好了相逢知己故园，临别轻看我是旧门，我以为有情人总在好转手，想不到美满姻缘早拆开。两兄啊，如遇两兄难分开，弟弟用了马家美，不与两兄难分开，
兄啊，你今日别红来呀！我家病好，来帮你治他日，短命叫少不能累。
兄弟，红黑二字看两块，那红的看着我做应台，黑的看着你俩三杯。我算在三弟不能夫妻配，两兄啊不虑一扎用长尾，四儿定要成王妃。女兄告辞了，两兄，娘小妹来送你一程。你回来了。相公病重，怎能起来？老爷夫人哪里去了？爹娘又为我行医找药去了。你可曾见到左夫小姐？起先作家的人要当我出来，后来幸亏碰着人心妹妹，总算见着的。她来与不来？小姐想来啊，不能来。唉，她叫我将这只小包带来接你。此君
是他的亲丝媳妇哦，爷娘。看来我命不久，死就相公，倘若我死之后，我又要是好你呀！相公。才知道为了应待女，才生疾病难挽回。堂上我归往前路，儿爹娘你要多带俺的，我托你恳求爹娘是我娘，我死后要扶教正上立分碑，立分碑，立分碑，红黑儿
人缘人家儿，谁知他姻缘不长命运不标，我指望你还有老妹来做，谁知他西墙为家无呀家，我指望生肖怪的来人去，谁知他为大人我是多安家家。我指望大红花家大你家，谁知他我把伊送我来吊销。两家只与你打钉子，留下了风烛残女家。下金陵四方同样悲，你岸边一岸开，莫不是杀不得门房分赃尽收财。你岸边一岸开，莫不是无人披幕把小队。阿两兄啊，你岸边一岸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做。不应当
这般时候你怎么万不数长应的？今天却是平了贼，你不该把玉树冲在人。大家花轿抢临门，应得呀你夸夸数张我人心。应得人事不能再发生，生死以后永不离。三八也是心一乱，你又把魂魄伤身。应该三番两次相劝于你，你为我总是不理不睬。应该因为我千言万语总劝不听。女儿立誓不嫁身。夜里家教在各位，与他当家女不许。我命你他去打你婚结盟，自去他就红军。宁死不进马家门，你要怎样？不与两兄生不动无章，似东翻。你岂有此理？你尽管四次放肆，你要气死你亲生母！你要问问必死你女儿的你谢金元王，马家才教一门，请元王下楼。我是小弟出老当官。小弟，你要保重了。两兄一死8年回，老夫必将生生财，这也必做家门前订花轿，那一笔无教挣扎离分悲，两兄为我负往前，我妻是团身怕是非，我兄
家，女儿就易容了弟弟。哦，易容就好，易容就好。不过要依我一张。哦，你家女儿要敲起两盏把纱灯，叫儿三七知音听，花轿戏娃舞轿争，女儿要穿发衣束我去祭两兄饭。今日马家来人亲，怎能举起3把文，被他谁知道谁担任？弟弟做事办事深，为我看得恩情，也是为了儿终身。是这门内这门皮，难道尊荣一报人？只可惜黄金难同盘茶心，妇女难做同路上。倘若弟弟不答应，要我上轿万不能。马家交拜接地，可得有福。李
小心，马家公子叫你即刻回家啊！